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伫台北的小巨蛋来举办着舞台秀。全台湾9个社区总共200外个长辈者，总年龄超过16000岁，做伙来表演，真有活力，非常的精彩。 举龙头带队伫舞台顶底走准搁确实，人能完全袂输好专业团队，其实伊拢是老大人。那传统的民俗表演，较活泼的舞曲，同款可以袂倒。 这其实服装拢是这老大人发想创作的，真难想到讲，因为有的人较早无想要出门，甚至是险险啊忘性。寂寞感染的话，会影响他们的心脏病增加了，中风增加了，记忆力减少了，失智症来了，失能也快了，所以孤寂感是真的是我们高龄长辈的第一号的杀手。 总共200多位老大人来自全台各地登上小巨蛋的舞台，就算因的总年岁超过16000岁，也不依然充满活力。新竹的迎面之家，嘛有101回迎面来伫表演，就算行动不方便，嘛会使化身做战车，对音乐的节奏变换队形。透过表演，高回忆群众生活，更加表现出食老嘛会使真快乐。